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周三声明，中国政府强迫维吾尔妇女绝育以及规模关押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穆斯林是得到证实的，尽管北京不断否认。法国外长在法国参议员表示，强迫妇女绝育、强迫关押在集中营地的妇女、失踪、大规模关押、强迫劳动、毁灭文化遗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摧毁清真寺、监控人民，这一切都已得到证实。法国外长再一次要求，在联合国高级人权署专员巴克莱领导下，组成一个公正、独立的、透明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前往东突厥斯坦实地调查，而且越快越好。他同时警告法国企业保持警惕，以免损害在中国企业雇佣的维吾尔人的基本人权。土耳其外交部长乔乌什欧卢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于3月25日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乔乌什欧卢说，这次会议将集中讨论双边关系、地区问题与亚欧有关的问题，与武汉病毒的斗争以及所有其他议程上的问题。王毅将于3月18日至19日在阿拉斯加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然后抵达土耳其。白宫发言人说，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将是美中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他说，我们正在寻找与伙伴国家合作的机会，并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他指出，美国继续将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政策视为种族灭绝。拜登政府点名华为等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安构成威胁。美国商务部本周修订了对华为出售产品的许可证，进一步限制相关企业向华为提供产品。中国方面星期五就美国针对华为的新限制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是在泛化国际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严重违反了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美国总统拜登周五会见欧洲、印度和日本的领导人，这3国是拜登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核心要角。白宫表示，此次4国网络会议展现拜登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重视，并将重点放在抗击武汉病毒疫情、经济增长合作和气候危机等方面。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会议将宣布自融协议，支持提高印度的武汉病毒疫苗生产能力。美国政府称，拜登、欧洲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在线上会议将为今年稍晚的面对面会议打下基础。土耳其官方12日证实，已经重新展开自2013年起就中断的对埃及关系。土耳其外交部长乔乌什欧卢对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表示，土耳其和埃及在情报和外交部层面进行了接触，外交方面的接触已经开始。土耳其外长乔乌什欧卢12日宣布，土埃已重启外交接触。土埃在叙利亚议题上支持敌对阵营，在东地中海海上争议方面也意见相左。他指出，土耳其也准备好对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他说，我们最近在阿布达比看到更正面的讯息。